成日有人問我工匠精神喺中建香港到底係點樣實踐出嚟嘅？對我哋嚟講，作為承建商做嘅每一個項目，都係對大家嘅一份承諾。我而家帶大家去地盤睇下我哋嘅同事點樣用科技、用汗水築起香港嘅未來。唔好睇小呢個大螢幕，佢背後嘅科技同埋數據都係守住我哋地盤嘅安全。數據結合我哋嘅經驗，都係為咗工人可以安心開工。科技用得好先有用，呢個就係我哋嘅 SeaSmart。我哋地盤有智慧水位管理系統，喺河道附近安裝水位監測器，實時監測水位。一旦水位異常超出警戒範圍，平台管理人員可以通知工友立即撤離。而我哋地盤亦都有樹木傾斜監測儀，平台可以實時監測地盤附近每一棵樹嘅傾斜程度。當平台收到警報，地盤就會立即處理。地盤亦都有3級警報系統，第1級進入地盤範圍嘅 AI 通道監控，可以監測工人有冇穿着合適嘅 PPE 進場。第2級限制區域 AI 監控，可以監控工人有冇誤入地盤嘅限制區域同危險區域。第3級危險區域機械360監控，提醒工人唔好行近移動機械。我哋做管工最緊要係咩？係揸緊每一個細節，安全帽有冇扣好，做嘢啱唔啱規矩。工友跟住你，我哋就要對佢嘅安全負責。我哋準備好啦，可以落嚟收貨。好，收到，轉頭會落嚟交埋。Kevin， 咁圖紙俾你先，咁轉頭工地見。與其講口號，不如做多啲。我哋團隊用科技將安全帶入地盤。所以除咗 SeaSmart 之外，我哋仲引入咗焊接機械人取替人手燒焊工序。單台機械人配備1名操作員，每日可以完成3件嘅裝頭板燒焊。自動燒焊透過程序化控制，避免咗傳統焊接未焊透嘅缺點，更加可以降低傳統樣焊嘅職業安全隱患。入行前前輩教落，最緊要對得住良心。呢份心唔淨止做工程，睇下佢同事返緊工都不忘幫人。喺2025年嗰時，面對極端天氣，我哋嘅中國建築社區應急義工隊多次為社會提供專業應急支援。超強颱風懷加沙早前襲港期間，九龍公園過百年嘅大葉合歡倒塌，我哋義工隊出動起重機，小心翼翼咁將佢扶正，等呢棵承載住幾代人回憶嘅古樹有機會重生。同樣受懷加沙影響，火炭黃竹洋徑多棵大樹倒塌或折斷，連唯一嘅通道都俾塌樹完全封死，成條村百幾人困住，老人家出唔到去睇醫生，細路仔返唔到學。我哋義工隊清晨趕到，主動開路護航。土瓜灣益豐大廈停電，2000戶人受影響。我哋機電義工隊到場，喺窄巷搬電纜、度尺做電箱，更加同機電署、中電等多方溝通同合作。從人手調配去到讓各個工序無縫連接，最尾睇住每一盞燈着返先肯走。沙田小瀝源村半世紀榕樹，颱風後成棵冧低咗，壓住4架車。我哋義工隊第一時間到場清理路障，等條路快啲通返。聽完佢哋嘅故事，就會明白中建香港嘅價值係由每一位同事喺地盤、喺社區用專注、用堅持，一磚一瓦起出嚟。工匠精神從來唔止係地盤裏面，每一個需要嘅時刻，我哋都用行動話俾人知，有我哋喺度，用心建造，以心助人。多謝每一位用心嘅你，用每一步留下屬於我哋嘅足跡。